又係呢個時間啦，年年去到呢個時節呢，我自己唔係會考呢，都一齊緊張㗎，唔知點解。我覺得會考係一個幾好嘅經歷嚟嘅。咁點解我覺得會考係好嘅經歷呢？因為譬如好似我自己咁好順利啦，升讀咗中六係一種經歷啦。咁俾到我嘅感覺就係呢，原來有陣時有啲嘢唔係你掌握之內嘅，因為我自己都 surprise 咗自己，因為我以為我會考得好差，結果好咗啦。咁呢個係幾好啦。咁但係有啲同學就可能好努力，但係考得唔好；有啲同學可能冇乜點努力，考得好好。即係各種各樣嘅情況都會出現。如果你宏觀啲去睇呢，會考係人生一個階段咯，只不過係你其中一個小小嘅一個關口咯，即係唔需要睇得失咁重，因為無論你係升讀到又好啦，或者做嘢又好啦，或者去咗第二度啦，你都會一路會有好好嘅前途嘅，只要你俾心機咯。咁千祈唔好將會考嘅得失咧睇得太重。我諗而家最好就係放鬆心情啦，因為你仲有時間玩下、癲下咁樣。咁趁青春啦，留倩影啊！